阿妹，第二今天就会上金銮天了。听讲，你也拜将由太子天下，主持宾店创宴，该俺就出饭咯。阿妹啊，人用班何出门目嘅关系，迄将来靠唔好迄无啊？是俺亲自搞出来的，哪有可能靠唔好？俺只不过是想去朝拜嘅回忆罢了。这呀高山流水之间，已上到爱白了，爱该种子去呀。父皇，因为你当年都有多重要的事情无办，故说医生退位主持天师，日前一点重言，一下请父皇老莫所父来看。哎，也是俺麻烦。人才作有了国家的前途，重言总是爱看待。当然，父皇唔系亲家。莫说父唔系对佢一世从容嘛，言行既从，从言咯。奉天承运，奉天照业，查空时，群众谋反一案。是为无中生有，莫是有，急赶会议报史书，派废国法，连同强犯一干人等，不时叩门，不得强抢，钦此恰恩。这完全没法子啊！按多年都是一生一志，勇敢반扑父王。有命令，老冇命令，又有乜嘅插片呢？天下可能想不到，也不敢置信，但是神所造几几真化人，那恶是有，恶名在外，千岁一查秋地。不是莫西哇，莫西有，总算啊，本古颠倒也几贵了。啊！听讲情有夫情，老母强用是。故没
杨公为命，来嘛！老爱发配从军嘅时节，你有想过吗？也系一该当时向俺条路。孔子有害你，为哪害全害你？孔也拜向俺，深言边关得来居。父父，你跌倒咧？唔係太鬆放。也拜你總算有時間做地堂子怡講法咧。兩拜真講嘛該，你都愛堂啊！弟弟，是哪个弟弟吗？父亲，我不用心，看看你啊！中间沧海变桑田，中山团圆变一年。有过感痛，有伤事，年来也是两千年。一切感谢我优先，教育典义公义天。阿妹的抚养已多年，五味造成难开年。总拜今年还是刚出生的时节，呀，你已经17岁了。17岁，初次见面有些，佢也是17歲呀。三哥啊，愛顧花園，愛就淚滿腮啊！本父啊，祝願啊，有啊，每回生氣那在呀，哦你愛公啊生。第二季會啊來啊，祝意是咯，祝天啊，來送迎咯，來來。哎呦，cái木架要掹佢嚟，抗架起來。哎呦，哎呀屌啊！哎，點解可以最招到低啦？唔通啊！真係交戰到我又睇講嘢，錯不會再管你啦。今日好，你哦，我都跟2冊字不中，實，兩隻，我嗰條都入嘢啊！聽下你真，我骗你出得按道理，身體早就快得起嘞，只靠你一口氣，你哈，愛弟，我呀命冇存幾久嘞，到日哈，實來做啦。
俺相同嘞，有英雄同物計咯，義無謝話本無命啊！哎，女仔，俺相同，俺愛報仇嘅對象。邊道錯，多話多殘念，多無數傷自難言，生意雙雙全。风雨告诉哈，阿妹，你李六贤吃着饭，你可是很男人，还是来骗你得了，皮托角色。看平谁盼来根，延年春秋真仙风。阿妹，哪里你阿妹好我？你天下意为何事业？我还会让你当做亲生阿妹，穷养孝顺，奉养
富贵呀！无论天哪，黑暗有钱啊，记住爱神子，又为爱养育自己，救回爱全家。你真係應該得到這一切嘅你，我甘心順從你的話。此心不恕，今欲意，爱此意。当年写好立法下的照写，如今呢，小数顾忌下，不再是照写咯，还是真正该英雄归属与神仙。这番啊，你来按度后。志气上头，结为第几天才？你此有了，爱呀爱，当然强下，四海远游，不妨行天。小呀！你呀，用在家内的真件事唔做，走出来，看见天下不平事啊！公，你有精英在身，不能为到你的梦想抛弃到精英，尤其不对，从来不是享受过父爱的定义。嘿呀，两拜恩你父子。初见有功，奉上爱阿爸，接干敬而威，你用把能走呢？为男子17岁，为女子18岁，因你奉地难给，出家原本太贵了。张凡啊！你爱在温立场向你一步，你就是我，那是嘿，我呀，早就有了解的观念了，但随即发生变故，在你不幸的时间，我又总得放弃你来去，也是我的职业吗？已经职业。已经完成了，我没做得自由了啦。你都做得自由，你都
就可以选择，只有爱不能选择自由啊！你莫看，嘛该就爱，付出老太家，系一起了意。所在结天无爱动不好自己人卡，你已经做选择。是啊，我又想要做我自己，我又想要做家族的好子贤孙，企图谅解我就爱，结果呢，终究是两头都落空啊！你该是一生啊，痛